甘一嘴思念的茶，配一片故乡的话，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台语诗》。月光光，月光光照西庄，西庄的甘蔗园，甘蔗叶啊长长。月光光照东庄，东庄的甘仔园，甘仔已经黄。月光光照厅堂，厅堂头前光映映。囡仔欢喜食冰糖，月光光，月光光，阿母伫灶骹无闲咧吹人床。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台语诗第107集，欣赏的是台南的黄敬莲老师所写的《月光光》。先来去，咱来邀请吴高芬老师为咱来介绍这首诗创作的背景甲含义，也有这内底台语文的用字。这首《月光光》是黄老师所写的囡仔诗，伊写伫2004年。黄老师写的囡仔诗介趣味，毋过伊内底拢有藏着大人正知的詼谐。这个月光光照西庄，这个西庄就是咧讲阿扁的故乡。月光光咧照东庄，这东庄是啥物所在？东庄是苦甜仔的故乡，所以伫小隔壁尔吼。咱拢知影，这两个拢是咱台湾的牛人吼。苦甜仔甲阿扁对咱台湾，伫政治上啦吼，甲咱贡献嘛那诚济，对台湾这块土地我那付出诚济。咱捌听过甘蔗叶啊长长，甘蔗叶啊，咱拢讲甘蔗叶，捌听过吼？甘蔗叶，若讲铁叶，铁叶什么意思？天若拄好要光的时阵，拍扑啊光，咱会讲铁叶，天铁叶，吼，天铁叶，就是迄个叶，原来是咧讲甘蔗叶吼。过来，这个甘蔗好食，就是爱老咸，老咸是什么意思？就是讲，咱迄红甘蔗，咱若去卸甘蔗，伊若一节一节，叫做老咸的。咱的甘蔗有甘蔗麦嘛，麦愈济，愈活麦的所在就愈甜。咱咧刻甘蔗就歹刻。若阵咱若是较老咸咧，迄甘蔗伫刻的时阵就较薄，较薄甘蔗伫剥就足好剥。所以咱食甘蔗爱食老咸的甘蔗。咱过来看伊第2段，讲到甘仔已经黄，这就是要挖过年嘛吼，咱台湾人看到柑仔拢会欢喜，除了色字，互你看到会欢喜。柑仔代表的是大吉大利，就是要活年。厅堂咧头前光映映，囡仔欢喜要食冰糖，就是囡仔欢喜要等过年嘛。咱上尾大就是安那，月光光，月光光，阿母伫灶骹咧安那，无闲咧吹人床。伊写吹人床，咱拢知影，人床就是要吹过，就是过年。所以这首诗是互咱感觉到非常的欢喜的，嘛是非常有希望的吼。讲到这个人床，人床这2字安怎写？人床的人就是面顶竹字头，下骹是龙。铃这字倒起来哈，就是竹字头下面加个龙。那床就是床，我们在睡的那个床用迄字。那你感觉讲那用迄字其实迄个床就是咱的白话音。床除了是床这个字，咱的台语的白话音除了读床，佫会使读床。若是的文图音就是读床床前明月光床前明月光这都爱读床这个人床也是较传统的，就是用竹篾落去编的。
用竹仔落边的，这是人绳啊，人绳拢摕来咧吹粿、吹菜头粿、吹甜粿啊，那这嘛有人咧摕咧吹包啊，啊，这绳也是咱咧算这个包啊啦、粿啦，一个单位量数，一算包啊，一算菜头粿，一算甜粿啊，所以咱若咧书写的时阵，人绳两字就是这个。草字头下骹倒一个零，这是人；啊，那绳就是用棉床的床，这是床。啊，毋过直接读绳的音，所以叫做人绳。月光光，照西庄，西庄的甘蔗园，甘蔗叶仔长长。月光光，照东庄，东庄的甘仔园。柑仔已經黃，月光光照廳堂，廳堂頭前光夜夜，囡仔歡喜食冰糖。月光光，月光光，阿母佇灶骹，無閒咧吹人繩。人绳会当讲是过去咱台湾传统社会当中。家家户户的灶脚内底非常重要的一种器具，所以去咱邀请家己的文史专家黄智英老师为咱来讲解。人绳这种物件呢，这上界特殊就是讲，伊是用竹为主体啦。当然，你会用一寡是这个木材这类的物件啦，是使讲木材佫占较少吼，是竹木。这方面所制咧吹的物件啦，伊所谓咧吹，就是讲火，是火直接甲这个物件烘，毋是讲这个吹区吼，是即个讲做用各种铁类做的，爱当直接烘火的。伊是爱经过用迄个气咧甲烘，安尼叫做吹啦吼，一个吹具咧吹区啦吼，咧吹物件。啊，这种这伊是用咧加热落了后，水全变做水蒸气吼。就不化做迄个气啦，水气来甲即个人绳内底物件来互伊回烧起来，安尼即个物件叫做人绳。人绳的发明大概已经超过1000吨以上，1000多吨啊啦，汉朝时阵要到2000吨啊，2000吨。啊，即种也是一种咱汉民族文化的精华讲迄当时会晓用即种物件，到即阵伫咱台湾的即种人绳共款要咧用，大多数的。各种需要人绳的吼，莫讲是家庭的啦吼，做一种职业性，咧像讲咧吹即个包啊，即个物件嘛是共款，有大多数是用即个人绳来做的，竹的人绳，竹做的人绳来咧做的。啊，伊的道理就是讲，那即个讲做专门咧吹物件啊，这老师傅吼，因当然是现代科学的方便，因会去试讲用其他，尤其是用迄个。白铁啊，即个物件啦，盐啦，种即个金属类的物件来做人绳吼。安尼落去吹出来的物件吼，伊的上大的毛病就是讲，你吹了后，还有一寡水分迄些气吼，会化做水珠，遐化做水珠，伊会滴落来伫这食物，咧食这物件，就讲包啊，吹包啊，伊遐会个滴落来伫即个包啊顶管，安尼包啊就会滋味吼，都袂迄阵吹起来迄种会好滋味啦。毋管是肉包、菜包，像安尼类似，按小笼包对，即个包啊类的啦吼。造成讲安尼类的滋味，都参用竹来做的人绳是无共款。所以呢，咱即阵到目前为止呢，也无搁较好方法，迄个讲做材料吼来做即个人绳。所以还阁是大多数用即个竹交即个茶即木材做的人绳是上介好。迄道理就是伊的。迄个气透过迄个气转走出去，遐气会走出去啦吼，袂去转掉伫迄个人绳顶悬，再来做成物件去吸着迄个水分，物件转伊的口感无够好安尼啦，所以这个人绳的特殊性就是安尼。月光光，月光光，阿母伫灶骹，无闲咧吹人绳。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黄敬莲老师写诗，吴家芬老师讲解诗意，黄智英老师讲解自然文史，
吴宇珍小朋友吟诗，专门去电台制作，江苏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后一届再继续空中再会。